行政院今仔通过公部门使用 AI 人工智慧的参考指引草案，规定讲业务使用 AI 辅助的时，承办的人嘛是需要有客观专业的评估，才会当来使用，嘛爱公开资讯，牵涉到高度机密敏感的文件就禁止使用 AI。针对国内的技术、国内外的技术跟法规、国际上法规的这个综合的发展。 然后真正还要考虑到整个对产业的发展，整个会持续的评估。目前这个指引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，它可以借由公部门本身，借由这个参考指引本身去思考 AI 可能科技所带来所用的风险。我们就这个风险本身，我们有很多实务的经验，对于未来立法应该有很好的帮助。负责这个草案的国科会指出，讲 ChatGPT 等 AI 的技术是真时行，所以并无适合限制上过济哦。所以参考美国、澳洲跟新加坡的经验，来制定公部门的指引，要求讲爱谨慎来使用，会去看全球的趋势，甲做法随时来做调整哦。未来的实施的状况，买来正做推动 AI 基本法立法的参考。